Hello，大家好，我係胡嘉龍 Simon Wu，我係胡善文 Jonathan Wu，大家好，歡迎收睇今一集嘅胡說法道。咁 Simon 啊，過去呢幾年咧，如果你睇下經濟嘅表現啦，或者股票嘅回報率咧，美國咧就係一枝獨秀。係冇錯。咁我哋想今日考慮或者討論一下，將來會唔會持續落去呢？ OK， 嗱，Jonathan 呢個問題咧，其實好應景嘅。首先而家咧，美國咧政府咧係停擺咁滯，因為冇錢啊嘛。咁冇錢咧，就一定經過兩個國會嘅通過去增加佢個債務嘅支出。咁就佢增加債務支出，咁一定要經過兩會通過。兩會通過咧，即係佢個共和黨 Republican 一定係通過啦，因為總統特朗普個政黨就係 Republican 啦。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民主嗰個Democrat 啫。咁 Democrat 就一定同你反對嘅。咁裏邊有好多複雜嘅因素咧，我哋係唔講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佢嗰個美元嘅地位啦。大家有留意到黃金竟然係喺好短幾個月時間咧，就升穿咗4000蚊。今年年頭先至2000幾啫喎嚇。咁可以講就係真係亦都係一枝獨秀。但係點解黃金咁樣升穿咧？其實就係有一個好大嘅全球嘅結構上嘅改變咧，就開始對美金嘅信任開始動搖。咁問題就係咁啦。你話唔信美金信咩咧？第二大經濟體就係人民幣啦。咁人哋未必一定咁中意揸人民幣喎。咁啊，講開人民幣咧，另外仲有一個枝節嘅問題咧，就係而家咧中國要求我哋澳洲最大嘅鐵礦砂出口商 BHP 咧，就要用人民幣嚟做交換嘅單位。咁呢一樣嘢而家仲喺度拉鋸緊嘅，結果係點樣都唔知。但係真係話俾我哋聽咧，就出邊而家係風雨動搖啊！好多嘢都係指向美國嘅對人哋對美國同埋美元嘅信心開始大幅度動搖。咁睇翻歷史啦，喺歷史過去200年咧，可以講係西方人嘅世界，基本上西方白種人嘅世界。咁事實上亦都係喺過去嘅200年咧，若果睇翻呢幅圖咧，你見到咧，我哋所有近現代人嘅經濟啊，或者我哋民生啊，所有嘅享受嘅嘢咧，都係西方發明嘅。譬如話電報啦，譬如話電燈啦，譬如話汽車啦。你若果仲記得就係嗰陣時喺1900年代初，由去到1920、1930，福特嗰個 T Model 啊，第一次用機械化、用流水作業化去製造汽車，而取替咗以前嘅馬車。咁跟住就有電話嘅發生啦。電話由普通好重嘅嗰啲台機，一直到今時今日嘅手機咧，手機差唔多變成係一個電腦咁滯啦。咁呢啲咁嘅發明咧，不停嘅發明咧，就係不停咁去創造咗財富，而到近年呢20-30年咧，就係 Internet 嘅產生，跟住到而家就係人工智能啦。咁高速嘅發展，亦都係累積到令到西方國家有高度嘅財富嘅集中，同埋咧令到西方嘅嗰個生活水平不停上升。咁去翻講咗咁大嘅背景咧，就去翻 Jonathan 嘅問題啦，就係呢個咁嘅情況係會唔會繼續延續咧？記住呢個財富同埋呢個發明同埋個實力啊，係由開頭歐洲開始嘅，而慢慢轉移到去美國，而令到美國咧係全球經濟、軍事同埋科技嘅領先嘅國家㗎。咁 Simon， 過去呢短200年咁高速嘅發展咧，有唔有問題咧？有，其實呢個問題係好嚴重嘅，就係由於嗰個財富係不停生產出嚟。而你識得運用財富同埋利用財技嘅話咧，你嗰個累積嘅財富嘅速度咧，就比一般打工或者做嘢嘅人就快好多啦。咁亦都造成貧富好大懸殊嘅情況出現。
若果我哋用堅尼指數，我喺呢個節目曾經解釋過咩個堅尼指數呢？就係美國嗰個堅尼指數，大家睇呢幅圖呢，就已經去到41.8。嗱，41.8係相當高嘅，而好多歐洲國家，英國啊、法國啊、德國啊呢啲大約係30幾啦，而澳洲亦都大約30幾。最好嘅國家就北歐嘅國家，大約20幾嘅啫。嗱，就係以旁支講一講呢。中國同埋香港仲更加差嘅。其實咧呢個話題呢，仲有好多嘢要講嘅，不如我哋下個禮拜繼續胡說八道。